Hello，歡迎返到嚟我個頻道啊！你估下我而家喺邊？我而家喺拉斯維加斯，一個充滿活力嘅沙漠城市，而世界級娛樂、五光十色嘅賭場同埋多姿多彩嘅夜生活聞名。每日咧喺度曬太陽同埋缺水咧，會導致咧淋巴滯留，同埋咧每晚嘅深夜派對咧，會令到咧眼睛咧疲勞同埋浮腫嘅，係唔需要擔心。我今日咧會教大家咧一啲面部瑜伽姿勢去解決呢啲問題嘅。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。用鼻吸氣同呼氣，雙手合十，十指緊扣，只留低食指向上，雙臂完全伸直喺頭頂上邊。用鼻呼吸，睜大對眼，條脷向下伸出，用口大力呼出3次。去返中立姿勢，放鬆。雙手合十，食指放喺髮線位置，拇指放喺眼眉骨下方嘅凹陷位置，接近鼻梁上面。輕輕用拇指去按穴位，慢慢增加到適合你需要嘅力度，維持5秒。將拇指移至眉骨中間嘅下面，保持力度，維持5秒。將拇指移至眉毛外側嘅輕微凹陷位，保持力度，維持5秒。去返中立嘅姿勢，放鬆。放鬆膊頭，用鼻吸氣同呼氣。將一隻手放喺額頭，然後稍微向上推，望向右邊，逐漸順時針轉對眼，用大概10秒去完成一整個圈。合埋雙眼，放鬆3秒，盡量睜大對眼，望向左邊，逐漸逆時針轉對眼，用大約10秒去完成一整個圈。合埋雙眼，放鬆3秒，去返中立嘅姿勢，放鬆。用鼻吸氣同呼氣，用輕微嘅力度將中指放喺眼嘅最內角，食指放喺眼嘅最外角，以45度角向上望，擘開個口，放鬆下巴，然後將上唇壓喺前牙上面，然後用下眼皮眯眼10秒，去返中立姿勢，放鬆。雙手壓拳，將中指關節放喺鼻翼旁邊，用輕微力度壓入。用食指同中指嘅關節喺面珠墩嘅中間，顴骨正下面向入同向上推，然後沿住耳邊喺顴骨向入同向上推。重複多一次。已經睇到透過輕壓穴位，我塊面比起開始做姿勢之前冇咁水腫，同輪廓更加分明。將你嘅指關節放喺下巴嘅中間，手掌面向內，沿住你嘅下顎線向耳仔方向輕壓。重複多一次。然後用指關節滑落頸嘅兩邊，去返中立嘅姿勢，放鬆。希
望呢幾款面部瑜伽姿勢幫到你。下次當你發現前一晚好夜瞓嘅時候，不妨試下第二日第一時間做下呢啲姿勢。唔記得 click個 notification button 同埋 subscribe 去我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